香港擁有無可比擬嘅地理優勢，既能連接內地及大灣區重點城市，亦作為國內企業及人才走到海外、走出世界嘅跳板。香港國際機場一直係世界上最繁忙嘅國際機場之一。隨住機場三跑道系統2024年11月正式啟用，香港機場處理人流及物流嘅能力進一步提升。2025年，香港國際機場嘅客運量達6100萬人次，貨運量達507萬公噸，航班升降量超過39萬架次。香港國際機場咧係一個國際航空樞紐嘅定位嘅，我哋咧就唔單止係服務大灣區啦，亦都咧係放眼於咧全個中國內地。咁我哋希望做到咧利便內地嘅居民走出去啦，咁亦都同時咧係方便咧國際嘅旅客係引進來嘅。經珠港飛係機管局與珠海市政府合作嘅客運項目，於2023年12月開通。旅客可先從內地城市飛抵珠海機場，然後轉乘專用客車經港珠澳大橋到達香港國際機場禁區嘅海天中轉大樓，直接前往登機閘口飛往世界各地，免去香港出入境嘅查驗手續。截至2025年6月，有超過6萬人次使用經珠港飛計劃。珠海機場同埋香港機場咧係完全可以資源互補，可以錯位發展，互相共贏嘅。以前未有呢個經珠港飛嘅時候咧，咁我哋攞住行李坐金巴去香港出境，然後去排隊坐巴士嚇，然後香港再 check in 啦。依家經珠港飛通咗之後咧，基本上你就好安心地可以喺一個地方做咗 check in，然後就全程交俾佢，我哋就可以去到機場就可以飛啦。香港機管局亦與東莞市簽訂海空貨物聯運合作協議，內地出口貨物可以喺東莞嘅香港國際機場東莞空港中心預先完成安檢程序，然後無縫運抵香港機場嘅空則海空聯運貨運碼頭，出口至世界各地，反之亦然。中心第一期發展永久設施已經喺2025年年底起分階段完成。目標喺2027年全面投入運作，機管局亦已開展第二期設施嘅前期研究工作，探討引入更多高增值物流同跨境電商設施，讓香港國際機場為大灣區以至國家嘅貨運發展提供穩固支撐。